今年78岁，亲民一台是沙滩茶位司机刘坤秀，2024岁入落去台铁石头路，乱人屯火柴有为过程没钢琴。以是火柴是在32年，用那个火柴一路施工，还得到台铁容易驾驶的肯定。故所以一直听表唔系火柴，退休的又开始学火柴，还提三期大学可以铁道文化治理安尼嘅课程。每去做职工，带人了解吞人技术，我有韩国多年来认识火柴路有一讲诶。重新打造的停运后，最对年龄的影响在个行驶。头摆专门是蒸汽火柴的司机刘坤秀，带领社会列车组同大家讲解停运后的历史背景。能够看到，能够做到，让你们体验128年前的火车就是这样晃，最高的速度可以飙到35公里。也停运后，就伫董事客家文化园区始终试下，亚达北嘅火柴路就是头摆嘅董事直线。头摆刘坤秀就伫亚达北服务，就算亚下造型改变呢，佢还可以填表唔睇，亚达北有按动马街。所以董事线啊就拯救，所以对董事线真有感情。那只车站有几多卖菜的阿婆、卖菜的小姐、卖菜的太太，我都记得。24年前，刘坤秀同同样分火柴的朋友，共下记录嘅董事直线，亲密表茶，亲密嘅成样。不过，嗰陣時搶嘅熱，還冇想到會到佢保留下來。一直到幾下年前，佢去上嘅紀錄片嘅課，整體也都樣相有佢保衛。火柴聯誼會嘅會長用紅眼嚟침到一底，但是一山谷咧做了個搶救嘅專家，佢講唔好用剪帶機去剪哦，迄剪哦伊就報銷咧。佢講喊我講，跳開來用氣質油濾過，啊槍嘅布個濾過，啊再慢慢剪嚟，按你這樣救回來，將個最珍貴的，將個火柴做糖子個瀑布蛋糕嘅，咁莫講台灣，世界上一切按你嘅畫面可能一切。劉坤秀唔但將係董事直線親密一表茶嘅司機，也係國內曉得是蒸汽火柴嘅存冇幾多位，佢就係其中一個。喺小多嘅蒸汽火柴馬路上，同流量嘅餐廳沙灘，頭擺係為是蒸汽火柴，聽說我先曉得做也好勢。嗰個思路，燒沙灘、燒蒸汽，本司機人隨時要用到有蒸汽。貨物列車裝返到新竹，可能3噸3000公斤的沙灘，用20手了，20手。就算作為是按辛苦，蒸汽火柴還係劉坤秀親家己嘅茶種。頭擺發生的按到乜解神奇嘅事情，都見還記到清清楚楚。過磅空跟用白架，用Q3線，跟磅空當道。如果客家唔燒又冇蒸汽，一燒跟無人，因為你火柴嘛冇門啊，你講你係開放式的，跟無人會見出來，所以出籠後面都冇。講到火柴，其中一條線講唔會說，頭擺劉坤秀係死火柴人，也下佢專門去火柴。對生人是鐵路，所以看到火柴是當有感情，入來就接觸嘅是火柴嘛，所以一生就對火柴嘛當有感情。退休後也行呢嗰種心情，會感覺真希望來翕火柴。認真的健康，做陣火柴，咱叫佢見過，就夾夾老記翕下來，同錄下來。
火柴係其一定考起嘅建設。故作無論有幾遠嘅，一定記機會，所以希望到火柴親將嘅機動空間都動單。火車迷不會計較個時間的問題，一點鐘、2點鐘，唔會感覺很不耐煩，因為他的心裡就永遠在等火車，要拍到一個很好的畫面，所以個等火車的時間不會說無聊。佢按分火車，就算已經78歲嘅呂坤秀，還可以停喺火車歇歇。全唔好想愛停下來。正義火車，佢停了以後報廢以後，佢親自修嗰台CK102，嗰台我係全身係嚟腳，佢對佢出來，佢家出來全身行一轉，包括支線都用一批。嗰當時我就是當校腳嘅正義火車。是係32年嘅火車，呂坤秀唔是講未當了解火車行嘅路線，火車難想到佢真了解，一生人同火車按有緣，佢未想我一生人就做一項事情就好，佢喊玻璃嘅夢，想去做拖延，想用火車嚟鞏固，愛講出佢同火車有幾層面嘅感情。